对呀。我也没什么段位。哦，那你也太菜了吧？没有办法。今天一开盘输，不想打了。Prepare。哇，这么干的吗？我好慌哦。主楼呀，你别呀，打三仓啊！我怕你下去 KD 我是谁的？不会，主楼很好打的，我昨天跳了一个下午。我的 KD 只2.0。主楼吗？2队。你们确定到得了？我先下去了。不确定。如果我下去了没看到你们，就怪你们啊。好。呀。3仓1队，脸上有一个，怎么就？哦，不对，左边有一队。一队。上面有一个。我操！我怎么跳到下面来了？没枪。啊！给你一把。朱婷，你的节奏。楼上，别。对不起，没血了。我找个地方打药先。我没有药。我没子弹了，救命！我在1楼。完了。1楼打了一个。我脸上。哎，完了！救他！别补人了。哎，你先去打一下。去打。哎，人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。跑不动。退了吧，我也退了。你们都没了。你们人呢？都没了。Hello，Number 4，中国人，
Chinese。India。